牙刷蘇、銅國師、劉璋關師呢啲別樹一格嘅醒獅，就係提案忠義堂龍獅團最大嘅特色。關於忠義堂喺以前華人社會中嘅風風雨雨，唔知仲有幾多人知道呢？ Hello， xin chào mọi người， 家在提案，我嚟講古。繼續提案老師團嘅系列節目，今日家在提案嚟到位於第10郡阮兆羅街嘅忠義堂龍獅團，映入眼簾就係門前嘅對聯：忠節丹心扶漢室，義風英氣冠華堂。忠義堂係由祖籍福建廈門，10幾歲嘅時候從金邊嚟提案嘅蘇洪師傅創立，至今已經有82年嘅歷史。蘇洪師傅喺1993年過身之後，由佢嘅仔蘇家忠接手，而蘇家忠師傅喺2012年過身後，依家由佢嘅第二仔蘇英傑擔任堂主。忠義堂喺成立初期係武術研究總會，而以堂主為武術研究會最高領導人嘅應該只有忠義堂。呢一個叫法亦反映出當年武術界嘅另一個背景。忠義堂同蘇洪師傅個名喺當年嘅社會環境背景下赫赫有名，喺幫派中數一數二，令人聞而生畏。鋒利嘅銅國師就係其中嘅一個惡霸象徵，亦體現當年鬥師嘅情況，留低唔少打鬥同埋血流嘅故事。忠義堂同時以牙刷蘇，即係炮虎形嘅黑獅著稱，黑獅象徵正氣辟邪，彰顯忠義精神，護佑一方，延續堂口文化血脈。忠義堂冇追隨專一嘅武術門派，佢係聚集各門派嘅精華，所以有周家拳、蔡李佛、螳螂拳等武術。從忠義堂出嚟嘅精英有陳一鳴、陳九，即係陳兆平、周志雄、鄧亨、周清泉、陳德、周強等師傅。1975年後，忠義堂喺新嘅環境中改變咗活動方式，集中弘揚華人武術同埋師藝，後期先至增加舞龍。據現任堂主蘇英傑師傅介紹，忠義堂以服務社群、弘揚傳統文化為活動宗旨，唔參加各項大小嘅賽事，但卻保持同其他師團嘅交流。為支持西堤華人文化陳列室喺保存華人文化工作方面嘅努力，忠義堂堂主蘇英傑同佢叔父蘇家仁師傅決定將2個銅角送俾我哋收藏。1月25日，忠義堂舉辦成立82周年紀念同理事會就職典禮。今日朝早，忠義堂到提案天后廟拜阿婆，同時為龍獅舉行點睛開光儀式。蘇英傑堂主特別為一隻翻新嘅銅角牙刷蘇點睛開光，而且念上聖母助陣、保佑安康嘅符咒，希望喺新嘅一年一切順利。同蘇英傑堂主交流期間，我哋仍然感受到忠義堂嗰份正義嘅精神，尤其係對待團員嘅關心同埋提攜，係大家有目共睹嘅，所以得到一批忠心嘅團員長期追隨。時代變遷，江湖不再，但忠義未散。由昔日風雲激盪嘅武術堂口，到今日默默守護文化嘅龍獅團，忠義堂用82年嘅歲月證明，真正嘅力量唔在於鋒芒，而在於守正。真正嘅傳承唔只係師藝同拳法，更係一份責任同情誼。提案忠義堂仍然用黑獅嘅正氣照亮一方，繼續行落去。